继续是花莲市明理路这栋明体大楼，这个大楼内底是暗蒙蒙，民众伫黑暗中行向楼梯来找出口，但是涂骹拢是喙石头啊，是寸步难行。这个壁堵等一环一环，拢是必顺利芳。大楼的外墙更紧是看显态度拢绿条滴甲规户骹，经销赶到场，甲住户疏散到空地啊。 来，小心哦！举手电啊，细里啊行楼梯，涂骹拢是喙石头，互人真歹行。头前的壁堵更加出现长的壁唇。慢慢来。哦，保护你。来。 厝内是乱七八糟，砖啊，抑个喙石头落规涂骹，就连电梯边的铁机啊，嘛拢走出来。今仔日早起，全台湾发生规模7.2的大地震，震央就伫花莲的和平乡，真侪所在拢传出着严重的灾情。伫花莲市明理路的面体大楼外开壁堵明显看到钢筋，态度是落规涂骹，就连铁架也拢变形，房间内冷气甲电器拢看现。 警消单位是把握时间的抢救，赶紧将民众疏散到空地。虽然目前是无人伤亡，不过一直有伫动尾，提醒咱民众出门也是爱细腻。Hello， 我是易景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